來到正義灣創專的服務處已經被關懷弱勢物資堆甲滿滿。雖然伊佇3冬前選舉失利，不過伊的服務處繼續經營，佇東區扎緊服務。其中關懷中繼受理後的寒冬送暖，10號這天嘛佇各界小廳持續發送物資，堅持21冬，相當甘心。包括立委陳亭妃的飛飛團隊以及東區區長嘛到場讚聲，肯定創專的鐵馬精神。我們這一次捲土重來。而且伊這3冬以來嘛無間斷，一直在做服務，而且我們的服務處也一直沒中斷，也在做服務，所以我相信這個服務的精神就是我們的鐵馬精神哦，不是鐵馬精神呀，是咱希望講用鐵馬精神來服務咱每一個人，就是咱唔驚艱苦，唔驚困難，只要人民有需要阮的。一定會出現。感謝旺泉它集合了包括我們的一些相關的一些企業啦、個人啦，然後有一些有心的人士共同來合作，叫我們起碼像老任天氣雖然寒冷了，但是咱的人的心情都溫暖的。然後旺泉我覺得很難得，就是說他無所求不管在哪一個位置，他都一定把它做的是最好的。是議員逐冬舉辦。為了就是講你這個城市是溫暖的吼，這個城市需要咱大家共同做伙手牽手是一個大家庭。活動現場除了有關懷東區中繼受理後的物資發放，也邀請儕書法老師現場寫春聯、送春聯，提早感受過年的喜氣。加上創專本身是台南市市民高響樂團的團長，現場嘛邀請樂團近距離和大家欣賞優雅演奏。同時希望今年當選議員將在文化中心辦國人演奏會。第一屆音樂會我就開始辦愛在台南，然後就開始辦那個音樂會。所有的那個收入100%全部捐給家福中心或者是立新基金會就是大家盡一己之力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正在努力還在也一樣繼續在推，希望這個城市是能夠透過音樂跟藝術給它更多不一樣的面向跟靈魂愛在台南，林飛旺泉一起送愛。台南新聞滾集採訪報道。